先赶紧来关心中国顶礼拜才举行联合大舰2024B 的伟大军演。福建平潭的海事局昨天发布航行警告的信息，宣布今仔日平潭甲牛山岛沿海部分的所在会做实弹射击，而且禁止所有的船啊驶过。因日本海上自卫队伫咧社群媒体 X 破文，打出美军 F-35B 的战机降落伫咧出分级护卫舰加号号的相片。这嘛代表李成家正做航空母舰是愈来愈活。共军顶礼拜一才举行联合来舰2024B 伟大军演，规 NP 只有13点钟，当日尾暗6点就宣布圆满结束。过一礼拜，福建平潭海事局一发布航行警告信息，宣布自早起9点到下晡1点，平潭牛山岛的沿海部分区域要实弹射击，禁止一切船驶入。牛山岛是福建省沿海一个岛屿，属于福州市平潭县，是中国离台湾本岛上近的所在，甲台北市的第三距离只有差不多165公里。岛上有牛山岛灯塔，是进出台湾海峡船重要的导航标志之一。这是总统赖清德发表上一国庆演讲了后，中军前后对台实施联合来舰2024B 伟大军演。中国海警也出动编队伫台湾周边巡航管控。了后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顶礼拜也到福建漳州厦门等地巡视，包含共军对台演混淆地东山岛。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之一伫社群媒体 X 讲，美军 F-35B 战机伫当地时间20成功降落伫嘉禾号甲板，嘉禾号伫今年3月改装，将推行改造机型，佮对甲板进行硬质化处理，来应对战机起降威严管分。嘉禾号顶个月14启停去美国，10月初5到18伫美国加州外海除了测试 F-35B 推一降落甲底机起飞，也佮确认战机使用安装伫甲板的电梯入库操作流程，也佮有加油检修、清机时阵确认各种设备顺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